2025年台湾灯会浪高档，今年又搁办伫桃园。这届灯会是以宝可梦做主题，打造全球上大的卡比兽的会场，搁有一座6公尺悬的皮卡丘的会场，咱做伙来欣赏。12公尺悬全球上大的卡比兽都倒伫桃园青塘园草埔，还有6公尺悬的皮卡丘都收在展顶。台湾灯会也无正式开始，就先造成轰动，吸引真侪民众来翕相，也有打卡。看到这么大的卡比兽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，这里还有皮卡丘。我们的宝可梦家族已经到了我们的青塘园现场，还可以在我们整个光的游戏场灯区找到像是马戏团的表演啦，还有我们可以互动的这些灯组啦。2025台湾灯会伫桃园初七开始到这次兴奋，今年用公主千堂串桃园做主题，特别规划真侪主题店区，打造亲子游乐园概念。12到23正式营运，安装一定吸引真侪民众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